欢迎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分段厨房西里餐厅是最近这几年来快速兴起来的经营的模式。这类的餐厅专门做外送，唔免店面，嘛无需要请店员，租金甲人数拢省起来。一个无到5坪大的灶卡，都会当创造真大的商机。但是对消费者来讲，这个看袂到的厨房，不管是食材，也或是环境的卫生，拢总一无所知。敢若会当靠到业者自律，嘛难免食袂安心。咱的记者深入追踪，更加来发现讲，想要将做到外送美食的餐厅，只要申请食品业者的登录，就会当开始来做生意。而且政府把关的流程嘛非常的简便。咱的记者实地来测试，结果咧，这个资料写咧，只要10分钟，就会当来成立一间餐厅。这个法规敢未伤过3年咯？分段厨房伫管理上，阁有啥物款的绕高咧？继续来看咱的追踪报道。餐饮业已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的一个新的革新，线上的一个战场打开了以后，它让原本没有一个竞争优势的一个新从业者，他有很大的舞台。食品安全啊，这个其实轻忽不得，一旦出了问题，其实就会是大问题。牛肉伫咧热鼎煎甲吱吱叫，互人看甲嘴烂，强要滴落来。炒生油膏料理是加精彩好滋味。你一定想袂到，日本地方介绍健康餐和美食正街3种风格餐饮品牌，所同齐出现伫咧台北市一间无够10平的厨房。网络灶卡替你厝，外送平台替你送，嘛伫咧全台湾展现一套时代革命。店内底无食饭的所在，唔免外场服务生，用网络付钱就会使。一间店面3个品牌，一个头家加3个员工，一工会当处理100外张订单。每一项料理全部交予消费者看袂到的灶卡来处理。这边过来是我们的一个算是油炸区，做美式炸鸡的地方。那这个油炸区，它其实就是会直接在这个位置里面，不会跟我们刚刚其他的健康餐有一个重合。被要求的就是环境啊，包含就是你可能用完的东西，就是你要擦，或者是你的砧板要保持干净。第一个是避免我们的一些食材调味啊，互相会有一些味道的会互相会染在一起。每一个东西就是，如果你有夹过别的食材，都尽可能都是就是会要求你夹子还要再就是冲个水过水一下，不希望就是食材之间他们会有交叉污染的问题。食材分青的、熟的，无同的料理方式，拢有家己爱负责的所在。不过法规无写清楚，爱替民众是安感度，嘛是爱靠业者家己注意。你当做是你出的每一份餐点是你要给你自己吃的，那你就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就是客人的餐点。网络餐厅出餐变效率，一份餐点5分钟就当做好，每只单传料到主食的速度拢爱紧。不过业者坚持每一份餐点拢爱现点现做，安尼食的才会鲜，嘛袂当甲人好凊头。以青菜来讲，我们烫起来之后，可能就是6个小时之内，我们就是一定会换掉。我们每一个时段，我们希望输出去的东西，它的状态是它在最好的状态之下，希望把它卖掉。创业的话，看他的心态，有一些人是想要赚快钱，就是他觉得这个东西现在无法可管，有机可乘，可以趁机赚一波。再来就是看业者自己的自律能力，一开始把规则定好了，对整个公司中长远发展来说会比较好。这间2021年2月成立的网络餐厅，头家是30通会吴姓干，有科技背景的伊，做一间停业的早顿店，甲开餐厅当作是写定式，成本控制、生产效率、产品的品质是伊主要爱考虑的。每一个厅数算好势，安尼徛伫市场，才当甲人竞争。以前你的对手可能是你隔壁的一个餐厅，或者是你隔壁的隔几条街的另外一间餐厅，但现在你的对手其实你根本看不见，有可能在几公里外的一间餐厅。这样的方面就等于是把原本的一个旧有的秩序重新打乱了，等于整个市场重新洗牌。
在国际上面来说，其实有很多的名词，有些第一个的确它翻译成云端餐厅，有些它直接就翻译成幽灵餐厅哈。但是我要特别提的是，幽灵餐厅的意思其实就是感觉上是虚拟，透过一个虚拟的服务的方式来提供的服务，而不是说特别有一些不好的形态，它其实是一个中立的名词。网络餐厅运作都爱靠柜台头前每一台平板电脑。同时兼接单、气销和后台送货，企业经营结合科技，餐厅用偌济食材，用偌济量，电脑拢会整理大数据来做源头的管理。所以我们上面这一排是 Foodpanda 的平板，然后下面这一排是 Uber 的平板，然后每一个平板其实是不同的品牌。如果表面上看来就是接单这么简单，但是因为我个人的未来希望，现在正在做当中，就是我们想要把整个从下单，然后到接单，然后到我们后面的供应链管理，全部串在一个系统里面。那如果这批货真的有什么问题了，我们要去找，我们也有证据。网络造卡唔免所在，以台北市松山区来算，5平店面每个月租金超2.5万，员工上少2个人，一个月薪水拢总6-7万，一个月固定支出的成本无够10万。敢若含2大外送平台合作的业者，全台湾数量就差不多10万间。装潢可以省略，家具可以省略，外场人员的培训可以省略掉。那这样子对于云端厨房来说，它其实就是 focus 在厨房的这一部分就可以了。就是这里是一个QR code， 那就是顾客第一次来的时候呢，可以请他先扫这个 QR code， 扫完之后呢，他就可以在家里或是公司先点完餐，然后到这边再直接拿。市场愈来愈大棚，嘛有餐饮业拢想要转型，即马嘛有科技业者研发系统，专门找店家来成立网络餐厅。您有新的订单，请赶紧处理。我们大概是在2019年年中的时候成立的，对，那现在大概1年半，那目前的客户数大概有5000个餐厅跟我们合作。那当然以可能外带外送为主，或是云端厨房的类型的话，大概去年大概有成长几百间的一个数量这样，所以成长得蛮快的。消费者拢真爱外送平台，健康餐即马嘛变真时行。这间2019年6月成立的网络餐厅，广告健康食材，伫咧1年半时间已经开到第4间店。头家尚阿梅本来是一位上班族，伊看到市场商机，决定投资创业。上班族袂当家己做大头家。小资在成立在创业的时候，其实是比较容易踏入的，因为人力成本上面你不用再花1到2个服务生来服务整个柜台，所以这个其实你在人力的控管跟租金的一个降低，其实就省掉很多了。在2018年其实 Uber Eats 它曾经稍微做一个初步的统计，他发现2018年那当年的时候，它的这个时候透过云端餐厅这个订单的这个价格达到79亿。网络餐厅的发展愈来愈大棚，2019年全台湾餐饮业做8116亿，其中餐馆和饮料店超过5成提供外送，算的市场规模超过4000亿。网络餐厅是商机，政府若是无好好管理，会变危机。根据卫生部伫咧2019年9月定的网络美食外送平台自主卫生管理，规定业者爱申请食品业者登录才会当做，嘛加做餐饮业加入网络外送平台基本规定。有记者追踪发现，这个监督的机制，敢是伫咧设计。想要取得食品业者登录资格，可以直接来到各地方的卫生局临柜来办理。那办理的时候又需要准备什么样子的资料？我们就实际带您来了解。去拿你们公司最新的那条办什么业务？你好，我想要办那个食品业者登录。那就帮您协助用健保卡做开通。好，只要健保卡就可以吗？健保卡、工商凭证、自然人凭证3选1。OK。那请问一下，您商业登记的全名叫什么？好吃便当店。好吃便当店。好，5跟6提醒您，食品有过期就不可以制造贩卖。那如果您有用到食品添加物，要依照用量的标准。申请进程除了先讲食品的法规，互你知，敢有开放食饭的所在，敢有请代工营业的项目，申办人员拢要先问清楚。那您是小吃店吗？对，是。好，有投保食品责任保险吗？还没，这个是一定要的吗？如果您有做商业登记、税籍登记的话，建议您做投保。您这边有没有仓库、独立的房间存放货品？没有。没有。好，
所以这样就登记完成了。对，这样就登记完成。谢谢。那比如说之后啊，你们会再跟我们要确认资料，还是说怎么？就是我们每一年都会有资料核对的动作。假如我忘记改了，会有什么罚则之类的？就是会有那个食品管理法相关的法则。无到10分钟，记者就已经完成登录，嘛已经摕到食品业者的资格。雄雄想到要来做好食便当店，随时会当加入网络外送市场。政府为了方便民众，食品业者登录过程真简单。不过无实际来到现场，唔知业者伫咧做啥，冒学者拢真烦恼。只能说不敢保证说每一家都是登录都会被查。业者很多说法哦，譬如说他忘了啊、换人啊、搬家啦。也许在我们传统市场。卖水饺的，什么妈妈是水饺啊，什么之类的，那你也从来不会去看过他家里的状况是如何。我们倒是曾经抽查一家产品，他总共换了22个地方。他说他一直搬家，一直搬家。依据我们《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》第8条第3项的部分，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的类别及规模的食品业者，应申请登录使得营业。没有登录的食品业者，被卫生机关查到会命其限期改正，届期不改正可以处新台币3到300万元的一个罚款。我们透过登录的资料，或者是平台业者提供的资料，就能够掌握到这些业者。食品登录讲用纸来登记，无心业者定定换住址，或者是挑工倒去另申请，互调查人员无法度调查到。记者进一步来问，嘛发现，就算完成登记，政府监督嘛是拄到真侪问题。我们大概可能多久会针对这些新登记的业者来进行稽查？这个时间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呢，中央跟地方的例行以及专案的稽查的部分呢，就会安排高风险、高关注以及高违规的案件呢，会去做进行稽查。尤其是食品安全啊，这个其实轻忽不得。好，那一旦出了问题，其实就会是大问题。这个部分其实因为尤其是它又在云端，所以很容易就会被人家忽略。一旦放到云端上面的时候，我们所担心的就是稽查其实查核不到。根据小数统计，国内拢总53万多间业者完成食品业者登录。不过照即卖法规，讲要求有工厂、公司含工业登记，靠规模业者爱强制买食品责任保险。几啊万间伫咧美食平台外送的细间业者拢无加保，可以闪过法规。餐厅业者他自己本身还是要负担食品的这个制作，所以当然还是要负担所有相关的这个食品卫生作业的责任。因为产品品质有问题的话，你说它是坏掉了，臭身体啊。那如果这个部分有问题的话，你通常跟业者讲，业者会处理这一块。登录调查嘛是无法度掠到无怪业者，消费者免怎才安心？学者嘛呼吁平台含店家应该严格监督机制，主动公开检验证明。那它的相关的认证跟一些相关规范是不是符合？有没有相对的执照？有没有做一些登录？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政府赶快把它的相关法规跟一些相关的一些规范把它建立好。我觉得这是必要的，因为你既然没办法让顾客可以在餐厅看得到你们或跟你们做互动，那我觉得用这样的有力的资讯揭露，可以让顾客更安心。做这所在爱清气，实在袂当落落去涂骹，是即马是按法规基本的要求，民众袂当较免测咧，发现有问题，随向地方卫生机关检举。我们其实有遇到2次的稽查，有时候我们还不得不靠这样子的一个群众力量啦。里面呢一进去就是厨房，那对消费者来讲，他们看不到，那也请政府来帮他们做一个把关。当初是希望结合警政啊，因为警政它是蛮知道说每一个地方它在做什么。如果说在这些 open data 的状况之下呢，也许就会有人去做一个检举啦。如果我们的卫生单位能跟这个警政单位合作，其实事半功倍的。内比各个法令，台湾照食安法要求食品业者做好自主管理，若违反相关规定，会当罚上当2亿以下罚金，要求收起来。中国实施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，除了规范产品的品质，嘛做网络餐饮服务食安安全检测。美国是照消费者保护相关法令，祭出党法。像美国的时候，他那个这种的告诉呢，罚款往往是非常高于这个政府的一个罚款的。很多的国家是说好，
不是管得非常的严，不是一步一步都管到位，但是呢，你出事的时候，你就会面临非常重的处分。哦，所以这个是一个业者良心的问题啊，对。高办的外送人员送食的无用气气，无分日甲暝，互大家食物件变甲真便利。不过，伫咧消费者点餐进前，业者应该主动公开资讯，来解决消费者的疑问。政府嘛要做好调查，消费者嘛会当更加主动，就会守护食品安全。网络餐厅的好滋味，才会当互大家拢食安心。